后台的时阵，我了准我是来到运动会现场呢。对啊，你是讲看到倒一组的家庭伫咧深区，还是倒一个妈妈伫咧游筋对无？嘿，无唔对，每一个家庭咧热身的时阵哦，我拢感觉伊好亲像是想要去拼奥运的金牌。那是当然的啊，咱这部是专家总动员，爱到底、到力、到默契，上主要是斗阵，大家做伙来拼啦！无唔对，每一个参赛家庭哦，只要挑战过关，就会当甲幸福咧炸转去输的。现场的观众朋友，恁嘛有机会就台来挑战，只要过关，就有红包会当摕哦，大家讲好不好？相信今日的四组家庭拢已经准备好啊，咱先来欢迎头一组阿莹倒转来，欢迎！哇！再来欢迎一家拢总好。第三组欢迎姊妹啊，笑起来。最后一组欢迎土口温上勇。甲节目当作奥运真旁边的四家口，大家口拢有哈足久的幸福礼，倒一家实力上强，倒一家练了上有气。今仔日详细看，看倒一家口赢着幸福礼，公赢倒转去咧。欢迎阿莹倒转来。今日哦，虽然讲爸爸有受伤啦，啊，不过你甲妈妈会当做伙甲文琪来就节目，应该是足欢喜的，对无？真欢喜。虽然讲平常时无带做伙，啊，不过恁规个花感情拢足好的，而且文琪是毋是真友好？因为我就是咧开减速机打嘛。你先讲对啊，安尼。你是管伤多啊？老师，你讲，好，你讲，没有啊，就是吼，开减速机打又爱三分嘛吼。哎，有一件哦，我突然间手种夹袂起来呢。哇！然后又打电话回来，伊讲啊妈妈你自从啥？我讲我今日唔知先，我手夹袂起来呢，夹袂起来拢袂动啊。无偌久，差不多2个多小时哦，2点外钟，伊就出现伫阮兜啊呢。他一动下。伊就是拢无摕行李也无啥，伊就坐客运车去坐高铁，所以伊个帮我洗身躯，帮我洗头。哦，那阵子就是感觉生做囝是足好的代志。不过我听讲爸爸嘛是足信文琪哦，拢甲伊心歹去啊。因为我要查电报迄个厝嘛，因为为着要互因大呢，是要互阮放松的。嘿啊，毋过吼，因爸爸去无咧放松的，因爸爸一去吼，迄个衫裤脱的开始看地无干净，开始游，开始做，规工拢要出去佚佗，伊嘛无法度去先咯，然后开始逐项什么所在，然后对无好势，对安怎？啊，伊刚刚讲啊，我就是要叫你来遮放轻松，然后来这里玩。啊，结果你来遮搁愈做，啊，所以伊就甲因爸爸讲一句话，你讲啊？我讲你唔通安尼个心囝，我真的想要对阮爸爸讲一句话。你妈妈个心囝吼。文琪是友好，啊，不过爸爸妈妈是真正足爱因的。嘿啦迄是一家伙仔的感情是互相付出。啊，你对这音乐的天分嘛是真着爸爸对吧？对啊，我讲因为我今仔有带带一个影片，要来大家看者。哎呦，嘿，我等的时阵哦，我拄仔咧大钢琴，啊，阮爸就讲，吼，这来配一路，那才好听呢。嘿，来，咱做伙来欣赏一下。换一个人，这个画面真正是足水的。对啊。啊，今日若是会当挑战过关吼，你这个幸福礼是你要互爸爸一个 surprise 对吧？对，我想要互伊一个吉他，是安怎？因为我感觉这吉他对伊来讲是一个最重要，因为你两支吧，两把木吉他，伊把木加个一个电吉他，啊，不过我感觉这个吉他对伊来讲是，伊放伫教会，一个奉献后教会，啊，希望讲寄出来底个使有
一支，通个练。嘿，会使安尼对换呢。哦，会当踮咧厝诶嘛，会当弹，会当练习。咱做伙来看一下，这支充满爱的吉他是做什么款？这种就是伊上爱的，你知道吗？上爱的这种色，这种木质调的。哎呦喂啊！真的做单位真正就用心，真的。爸爸，啊，这吉他哦，你若有介意，啊，今仔日的挑战就要较拍拼哦。即马马上来进行出牌下下球。出纸牌啊，甲回归啊下掉，有20张牌的机会。心爱的囡仔，有你的爱陪伴。你是在创啥啊？人生游戏的道具，你在唱歌。而且我这酷势足好的咧。对啊，啊，这个要来挑战的是啥？我甲爸爸，我是感觉吼，我的机会无大，因为其实阮爸爸最认真的，无练，人家拢用卡压，然后受伤。人家设定啊，真个真趣味啊！无，咱做伙来看一下恁练习的 VCR。阿母，我转来啊！特别落来叫我爸爸妈妈来参加这个任务，摕卡纸板写物件，咱唔知是练吼，爱练，可能爱练甲滴叫，我咧想，希望咱会使成功。阮爸为着这届，真正是豁出去啊！有看到无？黑白刻这物件写，练习。哦，够恐怖的，够恐怖的。哎呦，神仙吗嘞？哎呀，那真好笑。52张啦，看摆会使写几张啊？无半张。无半张。你明仔载可能起手哦。哦，有呀，一。哦，哎呦，真的嘞！我爸爸会做到的啊！梅花，Hello。哦，你是靠袂掉。你看袂掉，既然叫我把你家己比就好啦，我挖到。惨嘛，会嗨。人拢来安尼。啊，因为咱忝嘛。哎！基因从花树。有了。好忝的，我的手，地手。为着这个任务，连到我的是大人。看一下无？啊，恁两个当时感情迄只好？昨啊练啊，人家讲伊手拢退手啊，就叫我家己掠来啊。毋是因为这个节目吼，拢无安尼机会啦。有信心无？有信心啦，咻！有啦。爱甲迄个奖品摕转来哦。尽量。哦，哎，好，加油！加油！吼吼，师傅，所以你练习的秘诀就是讲，Full House， 铁机啊，安尼才有效性。啊，讲一句较有气势的话，就较有法度成功。敢有信心？有信心。听起来是无信心的。有啦。好啦，无安尼啦。嘿啦你咧挑战进前哦，咱来加油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来。阿英倒转来，加油！好，阿英倒转来，请就位。出牌下叫，请开始。来哦，加油哦！哦，出头前安尼，这个大家会掉啊！来，掉！哎，出点嘛！擦边球，哦，我袂记你爱讲一句较有气势的话。哎呀，瞎嘞！每一个机会拢真重要。哎呀，这个差伤济啊！你就是挺辛苦我啊！有两届机会。哦，啊，较低。你咪会惊着。哎，不要紧，爸爸来，爸爸来吧，你来。爸爸加油啊！哎呀，会卖紧张诶，是着你的吉他。无紧张，先骗人的哦。来哦，加油啊，爸爸！哎呀，较慢点。豆豆来。哎呦，豆豆。卖去。哦！哎呦，水哦，第4个感觉，我靠啊！哦，较强啊！开始啊，开始感觉。
哎，对啦对，这种感觉对。爸爸拍摄画声啦。哎呦，有啦，豆都紧啊豆来，哎，进开啊！加油！有啊啦，就是这种感觉，你更悬呢。豆豆来。关呢？就厉害，爸爸！我那只狗啦，打浪一个，赶紧按歌。那只狗啦，恭喜你当家今日幸福咧，早登去厝诶！咱来敬他。好来，哇，观众朋友来调真的哦对。现场的观众朋友只有10张牌以内，把这纸牌啊写在金主板顶面，就算过关，就当得到1000块的红包哦。1、2、3。这黄色衫的姐姐来请就台。欢迎，来，阿姨来。大家好，我叫黄淑芳，我是家庭主妇。你拄则看文琪爸爸安尼写，你感觉足困足困难的，的。啊，毋过你这个较简单嘛，对无？这目标较大。无一定哦，无一定哦，你看起来那也无啥信心嘛。无信心。要有信心哦，加油哦！好，出牌下叫，请开始。来，这张较我的。哎，差一点嘛哦。哎，加油加油！哎哎呦！哎，哇，无够力！哎，也是讲你要试看卖文琪爸爸拄则闭关。啊，T G 啊，你试看卖，来试看卖，1、2、3，啊 T G 啊！慢，好，最后一张，加油！我希望你会当成功。加油！真优秀，多谢阿姨，真感谢。所以讲这个任务真正是无简单呐，啊，不过恭喜你挑战成功。欢迎。看你的 T 恤顶面啊，还有台语的罗马字，敢有人是教台语的？哦，我是幼稚园老师，嘿，哦啊，阮拢有母语日嘛，嘿，所以阮会带囡仔讲台语，对。哦，那恁平常是伫咧厝的，敢拢是用台语咧讲话的？对，阮拢全台语，嘿，查某囝细汉的时阵，阮伫厝就是拢讲台语。这查某囝哦对。看起来那就是妹妹嘞，你两人家姊妹啊，赶快。伊看阿公阿嬷拍麻将时阵啊，学愈侪台语，阿公总要讲迄日克拉话。厝内是毋是有人是游戏王啊？做囡仔就足爱耍夜市的物件，是啊。尤其特别的就是报考啊，报考啊！可特别厉害。是啊那，你赢过迄上特别奖品是啥？音响啊，啊个背带迄种迄个测速器，哦，几块背带啊？嘿，50-60罐的威士忌哈， 560罐。 ，50-60你是一罐。届报一首还是你？啊，你讲我若报着送你，啊，其他的无？有啊，做侪啊，个有一上出名是迄个女用的情趣内裤。我感觉这无单纯哦。客人来，我拢无用，我叫阮某摕去送因同事生日礼物。哦。所以你即摆只要看到妈妈身躯边的冰，每一人拢有一条。啊，你爸爸遐尔啊会晓报考啊？是毋是出来欠啥？你就去夜市啊报考啊就好啊。你有够巧，真正是安尼。我今日我朋友说你，哦，你等我一下。好，来啊，你无来啊？真厉害！啊，我想要问一下吼，爸爸妈妈你两人差几岁啊？哦，我减爸爸10岁。当时是大人，敢有啥物意见？阮翁迄时阵咧做房地产，阿爸母就感觉讲，哦，迄做房地产敢会一支喙好绿绿安尼，因为其实是因为迄当阵无了解伊，嘿，啊了后有种交往，阮阿爸母讲有了解阮翁，就讲其实是真有责任感的一个人，对，嘿。
啊，不过感觉出来，恁规个感情真正足好诶。啊，今日的幸福礼呢，嘛是恁要送给妈妈的礼物对无？是啥？电脑。电脑。笔记型电脑对无？对。是安怎会想要爱这个礼物？因为我做台语拢爱做一寡简报，也是讲找迄囡仔歌教囡仔，对，啊无就是囡仔歌的故事，嘿，啊，所以我感觉迄种电脑最重要，好，对。咱做伙来看一下咱今日的幸福礼，笔记型电脑先做啥物款？哇，足水的呢，而且真方便吼，对你的工课来讲会有真大的帮助。对。今日敢会当甲这个幸福礼抱转去厝的，就要较拍拼哦。哦，即马马上来进行大块顺行。互呼啦裤啊顺跑道行，袂当甲软钉啊舞倒去，两个跑道有5届机会哦。看起来无简单呢，真困难。而且看起来这应该就是爸爸来挑战啊，对不？对，是，对。啊，爸爸敢有信心？有啦，有练啊，啊，毋过伫厝咧练的时是伫咧马路，啊，马路是点啊加，啊，点啊加伊咧走的迄种迄落规则性无像这，啊，搁较袂骨。咱做伙来看一下恁练习的过程。这我那真就要来练游泳的啊，啊无这是要创啊。哦，这是我要摕来出尾的。哦，要摕来出什么尾啊？你嘛帮忙的。哦，就是安尼。我开始叫做大坡顺行，这我有够内行的呢。好，我叫摇摆啊，咱也是进来练习。好，来。来，开始。来，对，我手指到拇指底下，它还随时起来，自己来。安尼不在啦。点。喂，注意。妈妈，你爱加油哦，因为这届无改好哦，哦。好啦，每一人专长无共，就像你袂晓用悠悠啊。是，好啦，进来练习。袂歹哦，有进步。我若用悠悠这选是最厉害啦，啊，毋过吼，难的哦，你较厉害啊。嘿，后尾就是克力啊。哦，换我，没问题。哦，来，蛋姐，来，这互你。因为我看迄影片内面，迄妈妈即马搁较瘦啊呢。因为爸爸练习的时阵，伊拢伫咧边安尼啊。我了解。你减肥者哦。继续讲。来啊！我真正有用悠伫边仔用，对啊。挑战进行，来，加油姐！头壳阮上勇，顺利过关。头壳阮上勇，请就位。大颗的顺行，请开始。加油！哇！加油！来啊！啊！最后歪去啊！一定过啊！紧张诶，即马搁较困难的来啊！赶快5届机会来，真专业，好，加油！我想讲头一届就要过啊！来，第2届机会，来，加油哦！加油！啊！加油！真可惜，剩2届机会对不？来，观众朋友，替加油一下好不？这游戏真正困难。挺好嘞！那行这边等来，最后一届呢。加油！来，再加油好不好？加油！啊！
爸即摆的心情安怎？主人，主人。因为真正足困难呐，嘿，因为这涂骹真较骨。虽然讲今日无成功，不过你认真的态度，互阮佮大家拢足感动的。佮互爸爸一个拍声，好不好？多谢。好，即摆赶快换咱观众朋友来挑战啦！观众朋友只要挑战这直线的，有3届机会，只要成功就会当得到奖金，你就啥？啊！让阮这个姐姐来欢迎。大家好，我叫李碧玲，我是专职的家庭主妇。家庭主妇足忝的呢。当然咯，比啥物拢较困难，较辛苦。哎，敢有比这个游戏更较困难？比这较困难。当然啦，迄当然我讲什么笑我感觉这较困难呢。加油，好不好？好，3届机会，你要让得到红包，你唔免到迄条线，你有过去搁转来，啊接到，安尼就算成功啊！来，大开顺行，观众朋友的挑战，请开始。加油！虽然讲哦，唔免拗到迄条线，啊，不过你伫咧这边呢，你搁还袂出去就转来啊！你根本就无出门。搁有2届机会，加油！好啦，搁有最后1届机会嘛，3届机会。你最后1届机会。啊，不过你一定要出门哦。我要把门关起来哦。你袂当安尼，你一定要回出去。好，来，加油！你爱放手，吼。囡仔大汉啊。囡仔大汉，爱家己亲像朋友安尼交往，关系才会当健康。有啊，我囝拢伫美国。哦，会足远的哦。来，大家远的。来啊！你这届就是无练到，对不？爸爸无练到，不要紧，嘛是真欢喜啊！谢谢。今日规家伙做伙来就节目，迄嘛是一个真好的记忆啦。对，祝贺您愈来愈幸福，愈来愈快乐。多谢。欢迎亲们啊，笑起来！哇，恁3个人会当做伙来参加节目，是不是因为感情足好的？系啊，我细汉时阵拢是阿公阿妈带我参姐姐大汉的。妹妹是家己大汉的。伊是差10年来不及出生啦。你2个人接落去啊？啊，伫咧做学生的时阵，到出社会，大姐拢就照顾我。哇！啊，有一届我伫学校互同学欺负的时阵，我紧甲姐姐讲，姐姐就紧冲来甲我同学骂甲臭头。看不出来。我讲一句话尔。什么话？你为什么安尼？你为什么安尼？哇，你表情，不会当同你讲，我早就会放你。刚才我很像，你真像规个人变一个人诶。对啊，然后呢，这个上细汉的小妹，你嘛是做啥物代志，拢会想到表姐吗？对，因为我就爱去追星的，伊有一届就为高雄开车载我去台北，去追星，一天来回。哇！一天来回。一天来回就算是开车嘛是足忝的呢。对啊，所以所以你确定你唔是甲你的表姐当作是 Uber 司机啊？你莫讲出来。这个工课真特别对吧？你除了是网红以外，你阁是描绘内心啊。对。内心敢有啥物条件？就身材爱好，穿管带会爱超过107公分，上重要就是爱水啦。哦，原来是安尼。真高水的，哇！真正足水的呢。敢若仙女诶！毋过做迄庙的礼星，嘿，虽然讲看起来是真正就有气质，毋过一定有一寡足辛苦的所在，对无？对，像照片里面的头冠，爱第几工？迄是毋是足重诶？嘿，5公斤吧。哦，迄阿妈讲应该足酸的哦。嘿，真正足酸诶。穿管带爱行几工？无就徛几工。你上久的一届是徛偌久？ 17点钟。17点钟。直直行安尼。
啊，真正足辛苦诶。啊，不过你对两个小妹好，因拢感动在心内啦。所以今日若是挑战成功哦，因这幸福礼是要送互你的礼物。来，甲一个讲者。美腿按摩机。哦，现在会经这？因为大姊礼性的工课嘛，拢爱行规工，脚拢会足酸的，所以就准备这个礼物互伊。录影今仔日嘛是伊的生日，所以送伊这个生日礼物。希望你会当甲你的生日礼物炸转去厝的，咱做伙来看卖一个你的美腿按摩机。足水的呢。安尼表姐以后做礼性的时阵咧，腿若是伤忝嘛，骹酸伤忝嘛，就会当用啊，你就会想到两个小妹对你的爱。那呢，马上来进行但爱性掠包。掠沙包淡水头开黄生内面，一个人有3粒沙包，3个人加起来爱200分，就算过关啊，有2届机会哦。啊，恁伫咧厝的练习的时阵，敢有成功过？10届成功1届尔。无怪恁拄则会面拢那凹嘟嘟。好，咱做伙来看一个恁练习的 VCR。今仔日任务来啊！参与任务，但爱性掠包。我让你练习的方式拢想好啊！妹妹，你教我为基本开始练起。阿姐啊，你上班遐日无用，嘛是爱练习哦。偷偷啊来练习一下。即摆我放学啊，巴肚就枵的，想要来航小一下技能歌。这敢若嘛会使摕来练习呢。啊！太累啊！啊你咧，你咧负责做啥？我是来监督你的啊。你今仔练习的安怎？我感觉足难的，大概练习的时阵，我拢是了起啊散。唔免烦恼啦，我有大姐姐。我是你的神队友啊！姊妹笑起来，恭迎豆豆啦！耶！你拢出一支嘴，拢是你两个人咧等。咱会看就知影像有练习，像无练习。好啦，爱有信心啦吼，才会当甲迄大姊的生日礼物炸转去。姊妹啊，笑起来，请就位。但爱性掠包，请开始。3, 2, 1，加油加油哦！有淡薄仔远。来。哦！20分！哦！哇！20分！我是20分。20分！即摆有60分啊！哦！哎呦，10分！嘛是有10分。10分！啊！你爱有2个50。嘿。用刀诶！差一点嘛，来，加油！啊！可惜，最后一粒。哇！我给，够一届机会。哦。来，够一届机会。但爱性掠包，第2届挑战，请开始。来，加油 ，fighting！ 我都有啊！10分，豆豆来，小妹豆豆来，加油哦！有机会哦！这是大姐生日礼物。你不要丢那边，直接丢进去。今嘛
啊，赶快是40分，所以你需要8粒，就算你3粒拢是50，嘛是无过呢。卡叔讲伊3粒拢是50，就算过关啊。哎呦，好不好？好。加油！不行呢。哎呀！拢总80分，但是遐尼久啊，结果无成功，无要紧啦，后届再过来挑战，好不好？刷来是咱观众朋友摕红包的机会来咯，只要6粒刷包，摕到100分就算成功，就会当得到红包。来哦！我们赶快算个3哦，1、2、3，来，进这个。哦，小三的这位大姐，大家好，我姓林，嘿，我进前是一个护理人员，哦，护理师，我即摆是伫学校教册，嘛是教护理的。好厉害！对，哇，真厉害！好，要拿奖金请大家。看起来你真有信心对不？嘿，对。好，来，加油啊！加油！但爱成2包，观众评委挑战，请开始。加油！哎，想到没安尼？想到没安尼？我给伊下咒语。好，来，加油！哎呀，有棍这是今日头一个50分呢，搁一个50分你就过关啊！过头啊！哎，加油！20分，搁30分就过关啊！10分！哇，你的注射100分呢，差20。来，哇！过关了！挑战成功！你看，恭喜你摕到红包，1000块红包，谢谢。欢迎一个龙总好。哇，你2个人嘛算是斜杠夫妻对不？就斜杠的。我进前是咧大学生的每当固定班底，后摆家己开经纪公司，有一款网红啊直播主，我家己嘛是网红，那有咧亚洲电台主持节目。我嘛差不多，我进前是职业军人啦，较早退伍了后就伫咧餐酒馆做工过，袂啊，过来翕广告，后来实在伊就开始嘛做 DJ 翕电影。我听人讲斜杠差不多就2、3行，已经2、30行，2、30行。那你恁阿某当初是安怎熟识的？哦，这差不多2、3年前吧，我搁伫咧餐酒馆打工的时阵，伊甲伊的姊妹仔来阮店的。就要借迄充电器，要充电手机仔的电啦。嘿，后头我甲我家己做一个安尼。我来帮伊充电，就是是啦。手机仔充电。你帮伊的手机仔充电。对。安尼就实在啊，我也就抬杠，伊讲，伊需要摄影师，我讲我会使啊。就来做伙做工课，就感觉伊就认真诶，按时啊。各位打电话甲我讲，今日的表现啊，敢若倒位个会使搁较好，我就讲这个查甫就细心诶。你想太担心我最近听我就想讲，你干嘛一认真？伊就认真讲要找你开讲，我甲你讲，迄拢是借口，卢比，迄拢是借口。对，遐尼简单就可以回去啊！恁2个人不管是工课还是生活，拢合作伙，敢会定定冤家？我感觉是会。进前啦，就是代志足济，阮就感觉压力较大，就开始冤家。了尾伊就讲，我想到一个办法啦，我就讲，每一暗咧休困之前，暗时啊要休困之前，就除了讲我爱你之外，搁讲3件感谢对方今仔日做的代志。对，就感情就愈来愈好啊。足有效的哦。我感觉这真正足有效，因为我甲东岸哦是，别人要困之前，伊都拢会带我做伙祈祷。伫祈祷内面，阮就会讲出对方的感谢，对今日所有感谢的代志，安尼真正感情会愈来愈好。听起来恁是足够经营阿某的关系，毋过恁甲妈妈的关系嘛是安尼经营的吗？嘛是足好啊！我感觉你有淡薄心意啊。细汉
的时阵，我有互阮妈妈较上心啦。就是细汉的时阵，伊就对我较严格。有一摆我就讲啊，我要跟朋友去看呢，袂使。阮就开始冤家，伊就讲我无你搬出去住，我就搬出去住。哦，你就真正离家出走，我真正离家出走。哇，妈妈，伊安尼规年无倒去厝的，你敢会足伤心的？哎呀，我足伤心的啊！迄阵我袂放心嘛，对啊，查甫囡仔一直甲看，啊，而且迄阵吼发生一件代志。什么代志？伊甲我的保湿费吼开去，开去对我。啊，恁查某囡仔袂当，我讲无我摕伊啊，伊讲无伊无力啊，伊七顿来我甲问，你甲伊讲。就是有迄个拍贴，我就走去拍去上甲朋友安尼。盖200块，规个月保湿费就去足侪张的安尼。哇，迄个时阵就好算的就好带。啊，后来是发生啥物代志，和恁两个人关系大大改变？因为迄阵我伫做生意嘛，啊，阮朋友就甲我讲吼，伊嘛有查某囝，伊就甲我讲吼，我会甲阮查某囝当做朋友。我想着甲朋友交往较单纯啊，甲查某囝会敢若较复杂哦，我就大大朝着朋友的方向改做朋友。其实讲哦，甲家己的囡仔，假使讲是当做朋友安尼交往，囡仔才会甲啥物话拢甲你讲。啊，假使讲你管伊真正管甲足严格，伊就啥物话拢唔敢讲。对啦，对。不过妈妈甲伊讲，无要紧。但伊以后做人妈妈，伊就知，你嘛是安尼讲。这个吼有基因学，你知无？我做囡仔什么对阮母也安尼。后去无法怪别人，真正袂当怪别人。对，袂使怪别人，家己做得来。真的，阮母一直就甲我讲吼，你后摆生囡仔你就知。对啊，今日若是挑战成功哦，这幸福礼嘛是恁两个要送互妈妈的礼物对吧？是啥？送互妈妈一台调理机，食物调理机，因为妈妈喙齿无咋好，调理机的话，阮就会使甲一寡营养的物件，对啊，因为喙齿关系拢无法度食饭，伊就较送，我就感觉就心疼，很用心的。无咱做伙来看一下，今日的幸福礼食物调理机是做啥物款？哇！足高级的，足高级的。妈妈，你敢有介意？介意哦，啊介意就要较拍拼的哦。拍拼。系啊，即马马上来进行，有球就有杯，用身躯顶的8个杯啊去接乒乓，拢总有26球，有2届机会。真明显啊，你是要接球的迄个对吧？真明显啊，加死足济。啊，你咧练习的过程，敢有发生啥物趣味的代志啊？阮兜有饲一只猫啊，咧摇起乒乓，规家伙拢是乒乓。安尼哦，感觉真趣味哦。咱做伙来看一个练习的 VCR。欢迎收看对着鲁比讲台语。翁个我报了一个新的节目，我搁摕到任务卡，有球就有杯，而且若是赢，搁会使带走奖品哦。那会较好。对啊，阮做伙去挑战看看。阮即摆要来练习。哦，差一点呢！加油，团，加油队！连碰边都碰不到。我竟然差一点接到了，好难哦！全部人都怎么进的？欢迎阿母你来啊！哇，你还规身躯转豆腐，我来练习。我来站进去。对，哦，这有小可困难啊。你徛好，我徛好，对。麦丁人。来，过来。哦，这个无法度，你这个手机啊，不好啦。哦，你莫紧张，我开车好啊。你这先开讲话。喂，歹势讲起。这样哦，困难啦，小可困难，我唔知有法度做。你怎人转乒乓啦？你看。阮即马来到夜市，要去找乒乓的游戏。有啥车？我来行。
今晚要来挑战干球。加油！啊，有机会啊！我有机会哦，记住来。哦，真正就困难呢。不过阮已经练习足久啊，幸福咧一定是咱的。是咱的，是咱的，幸福咧是咱的。哦，会伫恁兜啉水，还有送贡丸哦。一两张夹落来啦。妈妈错一条呢。哎，我想要啉水，哪有一个乒乓的？哦，我有看到，就想要蛋蛋看，去看到杯啊都带。所以伫恁兜想要啉水是一件足困难的代志。赶快，伫咧来挑战进前，来做伙加油一下，好不好？加油加油加油！哎，来，一家拢总好，请就位。有球就有杯，请开始。去看来，加油加油！妹妹你不要动。哎，你哪会拢伫杯啊边啊？加油加油！加油！我，豆来，我紧。马是真厉害！这两个拢是鲁比接到的。好，打过来哦！哎呀，差一点嘛！加油！加油！你明明是刀枪的，你家，这叫这叫做口吻呐。口吻。哎，来。料理机。成功的机会，加油！加油！豆豆来！喂，等下，你今嘛必须要100%成功啊！嘿，3个杯啊，3粒球。料理机。真可惜，我紧，继续，给我第2届机会。对。无简单，我紧啊，给我第2届机会。好，我加油。来，有球就有杯，第2届挑战，请开始。来加油哦！来，加油！那你刚才头一届搞错了。豆豆来！凶狠啊！哎呀！差一点嘛！哎呀！加油！太冇神！一个球啊，内面有3粒球，羞字了吧？哎呀！豆豆来，这压力愈来愈大啊！观众朋友对恁足好诶。哎呀！我太紧。无去，卖放弃，来。运动甲会精神。真是无简单。哎呦！卡掉啊！你是不是想讲拢已经无过关啊？最后一粒就报仇一个。不要紧，嘛是真厉害啊！头一届剩2粒就成功啊！阮练习就久的，练习就久的，练习就久，结果无成功。你即摆心情安怎？就趣味的，不过感觉妈妈真正就想要爱迄奖品呢。不要紧啦，等伊2粒买一台。我对他对妈妈来讲哦，伊有感受到伊的查某囝的孝心，
迄才是上重要的。而且即马愈来愈捌代志啊，要讲，都搁加一个囝婿来甲你对啊，友好。加一个后生呢，对啊，足大心的。虽然讲无成功，妈妈讲有啥物话想要对因两个讲的。恁两个紧好好努力吼，拼一个孙互我娶。原来是这句，我永远是讲这句。是讲是话到。啊，你讲有话想要对妈妈讲？就是足欢喜，伊愿意甲做伙来佚佗啦，就嘛是足感动的。而且我伫咧边仔看，我真正感觉妈妈就爱你。伊咧看你的眼神啊，你的每一个动作，伊拢笑甲感觉对你真骄傲。伊是真正足爱你的，所以你一定要好好友好妈妈。好啦，拍拼是汉伊的愿望。那生一个，生四个，甲伊拼。后盖哦，来，阮的节目就炸囡仔，传囡仔来，好，妈妈就会笑甲足欢喜的安尼。后盖过来继续来挑战。好，来，今晚话观众朋友，两个人做伙来挑战，15粒着5粒。就算成功，就会当得到红包。敢有人想要来试看卖啊？1、2、3，来，这第无爱，这大哥，哎，是哦，恁两个做伙，来。我叫陆瑞林，陆瑞林，啊，大家好，我叫做柯文华，啊，我两个是山友啦，山友做伙爬山呢？对，足健康的活动呢。看下健康呢。实在上的。实在，这个就是假正喜啊。你拢甲厝内的人讲去爬山，啊，毋过走去啉酒安尼啊？这个代志有咧做，袂使讲。歹势，敢有信心会当成功？我是安尼感觉，较紧的我目睭花啦，较紧的我咧看较会准啦。安尼敢会用的？搁小看，嘿好。哦，安尼我若卡落手长吼，应该较紧我啦。等下哦，互人骂啦。别啦。哦，来，请就位。有球就有杯，观众朋友的挑战，请开始。着5粒。哎呀！有啦。加油！哎呦！哎呦，已经4粒啊！厉害的。差一粒。差一粒。 5粒，过关啦！恭喜哦！恭喜过关！哇！今日的幸福家庭哦，真正互咱看到啥物叫做一家人拼斗阵的力量。无唔对，看因哦，规家伙仔斗阵拍拼，互相加油，真正会互人哪笑哪感动。希望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，嘛会当感受到这份温暖甲热情。共赢斗阵来，